Hello，小朋友，我係 Connor 老師啊，你知唔知嚟緊係咩節日呢？冇錯啦，萬聖節就嚟到啦！望下圖裡面嘅小朋友，係啊，佢都着咗南瓜嘅衫啦。咁我哋一齊嚟講神奇南瓜湯呢個故事啦。你準備好未？準備，一、二、三，開始！秋天嚟到啦，天氣變到好凍啊！呼，啲風都變到好大啊，樹葉都吹晒落嚟。咦，咁就代表琳琳最中意嘅節日就嚟到啦。咦，望下先，琳琳最中意嘅係咩節日呢？冇錯啦，就係萬聖節啦。喺萬聖節嘅時候，琳琳就會同其他小朋友一齊裝扮，變成唔同嘅角色，而且仲可以收到糖添啊！但係令琳琳最中意嘅原因係佢可以食到佢最愛嘅南瓜湯啊！原來喺每年嘅10月31號，即係萬聖節當日，媽媽就會做好好味嘅南瓜湯俾琳琳飲噶啦。但係喺今年嘅萬聖節發生咩事呢？聽下。媽咪病咗啊！媽咪就同琳琳講啦，今日媽咪唔舒服啊，叫爸爸幫你做早餐啦。琳琳好擔心啊，望下佢個樣，佢就同媽咪講啦，唔緊要啦，媽咪你要好好休息啊。點算好啊？然後琳琳就獨行落樓，就見到爹哋準備好一大枱嘅早餐俾佢哋食。佢就問爹哋啦，爹哋點算好啊？媽咪病咗啊！然後爹哋就話啦，咁不如我哋一齊做南瓜湯俾媽咪飲啦。琳琳諗一諗，好啊！佢知道飲完南瓜湯之後，媽咪一定會變到更加強壯，有返力氣㗎。所以佢就同爸爸一齊出街，去到超級市場準備買材料啦，推住架買餸車，要去揾材料喎。去南瓜湯要買咩材料呢？冇錯啦，要買蔬菜嘅材料啊！佢哋就去咗蔬菜部。咦？我見到有好多蔬菜啊！小朋友，你見到啲咩菜啊？我見到有番茄，你揾唔揾到呢？我見到有粟米，你揾唔揾到呢？但係南瓜湯最重要嘅係咩材料呢？係南瓜。小朋友，你見到南瓜啊？我見到嘅南瓜係綠色嘅。爸爸同琳琳需要一個南瓜，然後將個南瓜擺喺買餸車度。然後需要2條蘿蔔，你見唔見到2條蘿蔔喺邊？揾Connor 老師揾到啦，呢度2條蘿蔔放喺個購物車度先。之後爸爸同琳琳需要3個紫色嘅洋葱，之後揾下紫色嘅洋葱喺邊度？喺度啊，係啦，需要3個嘅。然後有一啲黃色嘅嘢啊，你見唔見有黃色嘅蔬菜啊？係啊，佢哋需要黃色嘅粟米啊！你數下有幾多條？1、2、3、4，有4條黃色嘅粟米啊！然後呢，紅卜卜嘅番茄啊，需要紅卜卜嘅番茄呢度放埋落個購物車度先。最後需要6個嘅薯仔啊，係啡色6個嘅薯仔，係咪呢個先？夠唔夠6個㗎？一齊數下，1、2、3、4、5、6，冇錯啦，係6個啦。咁買完所有材料之後，爸爸呢就同琳琳準備返屋企咯喎，要準備好好味嘅南瓜湯，一家人一齊飲。首先，爸爸將南瓜切開，露出咗咩顏色嘅果肉啊？係啊，原來綠色嘅南瓜裏面係黃色嘅果肉啊！然後就由琳琳將啲南瓜放喺個煲裏面，之後呢，要切啲咩呢？我記得係2條嘅，係橙色嘅，咩嚟㗎啦？係紅蘿蔔啊！然後由爸爸再切。
切好之後，由藍藍將切好嘅紅蘿蔔放喺個煲裏面，之後3個紫色嘅洋葱。爸爸又準備切洋葱啦喎，準備切。再由藍藍將洋葱放喺個煲裏面，之後3個紫色洋葱之後，我記得係一樣黃色嘅蔬菜，黃色4條嘅粟米啊，數下先，1、2、3、4，都喺晒台面啦，4條粟米。爸爸就將一粒一粒嘅粟米剝好，然後由藍藍將啲粟米粒放喺個煲裏面。之後呢，仲有個紅色嘅咩啊？紅色嘅番茄啊！紅色嘅番茄，爸爸洗乾淨之後，就放咗落個煲裏面啦。之後呢，仲有啡色嘅薯仔，睇下幾多個先。啲顏色好似啊，試下先。1、2、3、4、5、6個薯仔。小朋友，你數唔數到6個薯仔啊？係啦，爸爸再將薯仔切，然後再由藍藍放啲薯仔落個煲裏面。準備要開火啦。喺爸爸煲緊湯嘅時候，將冚蓋開火，click啦。然後藍藍咧就去揾媽咪咯喎。見到媽咪起咗身啦，藍藍就問媽媽，你覺得點樣啊？而家有冇好好多啊？媽媽就話我好好多啦。我聞到好香嘅味道啊！係咩味嚟嘅呢？聞下先。好香啊！突然間聽到，邊個敲門呢？有人突然間敲門喎，望下先，打開對門。係爸爸。爸爸話南瓜湯準備好啦。然後媽媽、爸爸同藍藍一齊去到飯廳度準備享用好好味嘅南瓜湯嚟慶祝萬聖節啦。好啦，小朋友，呢個就係神奇南瓜湯嘅故事啦。好啦，今日嘅故事就去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